今日同大家講呢本書呢，叫做《疼痛大解密》，解開痛覺嘅假象同埋真相。我哋點解會痛呢？同埋療癒疼痛嘅新科學係咩呢？你有冇試過呢？你個膊頭好似石頭咁僵硬？有冇試過持續酸痛嘅腰背，就連膝頭哥有時都會抽住？係咪食止痛藥可以舒緩到呢？但係可能呢，食完之後呢，第二朝起身呢，個胃又就會因為個止痛藥呢又痛啦。究竟呢啲疼痛呢係邊度嚟嘅呢？係因為你嘅姿勢唔啱啊，定係你嘅歲數去到某一個年紀，身體開始發出一啲信號，甚至乎係咪你個腦對你有咩不滿，就發出呢啲痛苦嘅信號，提醒你應該照顧下身體呢？全世界有超過15億人呢，係經歷緊冇辦法診斷嘅慢性疼痛，呢個數字一啲都唔少。因為受傷產生短期嘅急性疼痛呢唔同嘅，慢性疼痛有時係會持續超過3個月，可能揾唔到原因，佢就會影響到生理啦，影響到情緒啦，影響埋你心理、生活品質都大打折扣。咁呢本書嘅作者呢，係英國嘅醫師，叫做蒙蒂·萊曼，佢就用顯淺易懂嘅文字去帶我哋進入疼痛嘅世界。佢就話呢，我哋對疼痛嘅認識呢，已經落後咗幾個世紀。痛雖然係好難搞，但係呢個都係人類嘅部分經驗。你理解佢，就能夠更加有效率咁去管理同埋減輕呢啲疼痛。疼痛本來呢係人類嘅保護機制，佢有時呢會變得過度熱心，就會令你呢持續咁痛。呢個情況呢，大腦呢就好似重新布線一樣，好敏感，而且好頻繁咁去感受到痛楚。咁作者就話啦，持續性嘅疼痛呢，就應該視為一種神經系統嘅疾病，而唔係簡單嘅身體損傷反應。作者好巧妙咁用比喻去幫助我哋理解大腦嘅運作。大腦呢就好似國防部，佢負責處理嚟自身體唔同部分嘅報告。感官呢就係好勤力嘅公務員，向大腦呢報告情況。大腦就會根據視覺、情緒同埋過去嘅經歷去判斷疼痛嘅真實性。呢個都係點解呢？每一個人喺唔同嘅時間對疼痛嘅感知有所差異。例如我哋嘅動作唔係好協調，身體成日都會有唔同嘅皮外傷，因此呢，大腦呢會傾向忽略佢哋，直至到你摸到血，你就會驚覺，咦，受傷添。咁另一方面呢，筋骨疼痛啦，或者胃痛啦，你都會有時咧都會意識到嘅存在啦。咁呢本書嘅核心觀點咧就係話，疼痛其實係我哋嘅守護者。呢個守護者咧，佢有時會過度警戒。當你拉傷你嘅背脊，神經系統咧就會即刻同大腦報告，令你感受到疼痛，提醒你咧，喂，關照下個背脊啊，俾佢有機會康復下。但係現代醫學咧話俾我哋知道咧，疼痛唔單止同受傷有關，尤其是持續性疼痛啊，佢更加似咧係大腦過度反應嘅結果。呢個理論認為大腦可以喺疼痛感抵達意識之前進行某種程度嘅調節。如果呢個守護天使太過熱心，就算傷口愈合咗，疼痛感仍然存在。呢個咧就會令人哋誤會佢仲身處喺危險。咁書咧提到咧安慰劑效應，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引人入勝嘅議題。作者指出咧，安慰劑咧係能夠發揮作用，唔係因為佢藥物本身啊，而係因為咧我哋對於治療嘅信念。呢個信念咧令到大腦開啟咗佢嘅藥櫃。有趣嘅係，唔同嘅安慰劑效果都唔同噶。譬如你注射呢個鹽水，係好過你打啲糖入去嘅。假手術係比呢兩樣嘢咧更有效果。呢啲現象進一步證明咧，大腦嘅期望係對疼痛感知有巨大嘅影響力。咁呢本書
就會講清楚咧，我哋點樣去賦予疼痛唔同嘅意義。譬如咧，當我哋進行呢個馬拉松訓練，同埋我哋要懷孕啦、生 BB 啦，好多時候咧，我哋有一個明確嘅目標同埋補償，我哋往往咧更加能夠從容咁去應對疼痛。調翻轉，當我哋感覺到恐懼、焦慮或者孤獨嘅時候咧，疼痛感更加劇烈。作者指出，社交排斥會無形中加強人類對危險嘅感知，因此咧，邊緣群體更容易因為社會壓力而加劇疼痛。參與合唱團同埋團隊運動呢啲活動，能夠因為團體帶嚟嘅目標感同埋希望，協助我哋緩解疼痛。因此咧，疼痛唔單止係受遺傳影響，情緒啦、你嘅創傷經歷啦，同埋社會因素都係重要嘅因素。書裏面咧仲提到一啲好奇特嘅醫學現象，譬如咧，作者描述有一個位於巴基斯坦嘅北部家庭，佢有啲基因突變發生咗咧，令到佢哋咧冇辦法感知到呢一個疼痛，經常咧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受傷，甚至乎咧冇辦法去察覺到危險，而喺青少年時期就過世。喺蘇格蘭呢，有一個叫做喬嘅老婦人，佢就患咗一種罕見嘅遺傳疾病，係一種偽基因突變啊！佢唔單止感覺唔到疼痛啊，甚至乎咧佢唔會覺得恐懼同埋焦慮。咁樣作者強調咧，理解同埋治療疼痛咧係需要整體出發嘅，令到患者咧感覺到安全係治療嘅關鍵之一。咁佢舉咗一個看似簡單但係好有意義嘅例子：針頭恐懼。即係醫護人員，如果你想令到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即譬如新冠疫苗，佢好廣泛施行，你就需要咧營造一個積極啦、舒適嘅環境啦，係可以減少到患者嘅疼痛同埋焦慮。咁雖然呢本書咧佢唔係一個醫療工具書，但係作者咧分享咗好多關於持續性疼痛治療同埋緩解疼痛嘅有效策略，每個方法都有科學證據支持。例如咧，用虛擬實境嘅技術，即係 VR 啦，去分散注意力。語言咧係點樣去影響到疼痛嘅感知，同埋點樣用催眠療法緩解腸躁症帶嚟嘅疼痛。書中裏面咧仲討論咗認知行為療法、正念療法同埋接受與承諾療法喺疼痛治療中嘅應用，提供咗好豐富嘅實證案例。作者喺書裏面提出咗一個好大膽嘅想法，佢認為咧，我哋可以重新訓練大腦，令到佢咧唔再過度反應，同埋減少不必要嘅疼痛。如果呢種諗法咧可以普及咧，或者我哋可以迎來一場疼痛治療嘅革命，解決呢個全球公共衛生嘅難題。至少咧，對於需要長期忍受疼痛嘅人嚟講咧，係有希望嘅。咁書裏面最後一章咧，作者提出咗一個有關疼痛管理嘅策略，就係改變想象同埋教育，貫徹全書嘅核心。有效嘅治療方法應該係令到你嘅大腦感到安全。咁佢總結咗幾種可能嘅解決方案啦，包括可以藉由運動啦、心理治療啦，去改變大腦嘅環境，運用想象力重新連接大腦神經，並且強調知識嘅重要性。即使讀者從來未經歷過持續性疼痛，呢本書咧都係值得一讀嘅。書裏面豐富嘅科學知識係能夠幫助所有人更加理解同埋應對疼痛，係寶貴嘅指南。東哥說故事，每日15分鐘講一本好書俾你知道，專業嘅說書人親自拆解，為忙碌嘅你而設。點解要訂閱我哋？因為知識係唔使等退休先學嘅。東哥陪你每日進步1%，1年之後你會多謝今日嘅自己。即刻訂閱我哋啦！